我在到时候打的我。你搞了我没了，你在包皮后边。我是在到时候打我呀。别人回答对吗？啊？干嘛嘛？哎呦！实在到时候打的俺个说一下了。哎。咦，那个他们叫呀，皮过来，啊撸，啊这阿拉卡不追起干去了，要个玩笑，要个玩笑。有几个这个，我们给的加班了，顾着那个录音。有个那个要给干什的，我们给这个加班不去了，顾着那个录音了。哎呀，摆了这个地方，当然了，发了就一家子这样。干啥没上楼干啥？啊，这边干啥了？那边不要干了，可以要不？嗯。别再带不这个的。包还不得呢。他那是少拍了不到，那是少拍了的，那是少拍了没切了。帮我啦，帮我啦。那小姐了。到这边。OK。一个啦。OK。哇！为啥给了？说给了嘛，那是要呗。那是了。那搞了，给了要搞了，那就给了啦。啊，孙老板那就给。哎呀，那是要给了。我那就弄的那菜。我来讲。我别看嘛。给了咖啡，你讲嘞。叫嘛，我到叫呀。给了咖啡了。啊。那他妈的开了不少，我是咋的？吃下来不他？他家伙是要说干嘛？给家没到家都。给他给自己。
Đúng rồi. Cái cái đó cho đưa vô. Anh cái gì mà nó bố tí xíu lên thế sao? 啊，我这晚老跑，你洗的发毛毛了没捞？你干什么？别的。 Cái cái gì mà như thế. Anh nên thế cho nó cho ăn mất. Nhiều lắm cái chẳng nó là. 가만 더마 기야 뽕 이러래.他不对上转一回，他不对上转一了。这打手这家。OK。这样对吧？我这个叫了。刚开始这样我做个干嘞，没去。对了。你给他这样弄了，这出掉了，不头。我怕看见对了，没说了。说这个了。说这就要去，就要去说古节了。哎。我怕啊，就你给你这吧，你是这个我怕看见了，我看我。那我等我。我干怎么了嘞？哎。干嘛呢么？那我等我个。啥干的么？你说骗人的了，骗人！我姑妈都骗人，妈做了嘛，给都不是骗人，做了嘛，才干嘛？对，什么在你怎么样嘛？去哪里？呀，那没了，不是可惜了。他都可惜了嘛，那都是你我他都可惜了嘛，没了嘛。我这样你这是来说。谁来说啊？谁来呀？你这嘛，这个找人去。我怕他家里要，啊，不然那吃这自己去做个，那都吃不了，知道？mắc quỷ đó là quỷ này.
那路了，我家里还有说。啊，这他是，看嘞，来这说车了呗，看。我家没有咩很那好。啊，你这个拉拢在起了，我家没嘛大里背了。我家没有。我这就要怕我把你这。贴在地上拿什么来？我这包了，你们吃了嘛有？你们吃他吃，老板不谈，你到底怎么这个怎么？那是哪买了？你买我拿回我古回，叫拿回家下来，古回回，人家多少钱？现在咋出去就是，那是，那是。就过来找一路，我去年想给多嘞，现在嘛都现搞错了。你那没能广告好啊？我去年。人家路多个超市路哦。他们家给我对门，长了跑，这还得把。他们家给我对门。啊，可啥米都干过的，可啥想不？这个家伙肯定这个呀。啊，干啥的？这样就行嘛，了，这样啊，喂，起码没买这个，起码这个影响喂。大家做咩咩？呀，老太过来。来过去。没注意。还继续下去。我这样我咋不忙了？就没事，这开始没见上，这。发个包，发个包就上去，发个包去，这么包上上。干啥来？小让妈没？也没得包木，我还得把发包多的，那说个那个哪么来喂？那说肯定要拿。啊路。也没得啊。啊，给我了。嗯？啊，对没得啊？可得嘞。这可到看了还啥嘞？我在别人那这个了呗，那一几时干了的？几时啊？这
哎，有时就皮个大哟。我皮大大的。哎，你得要皮个个到时到里面，我皮他去把面。我对，我也看到。做些了就，做些了。嗯。哎，我来了。冇得你冇得，我当下去没。这个没啥多，嗯。那里嘛是咯。我操！我拼命搞为嘛？啊？嘛叫咩？嘛叫伊。你家去了吗？那他们讲我什么？他们都是。阿罗，你讲我家长回来没？我今天就去了。我说话啥真的？这回头再别处理，在老边面，你还看下都不好。是吗？不他们找老辈子家的给。不他们找老边做什么？没找为么？大家过嘛比对比。没找为么没找？没买的菜哟。没买的菜。没买菜，我他妈白吃的都会。要老早就老大概，你从我那里有什么？他们干了。啊，爹你们叫起来滚哪喽？要嘛家的怎么起来滚哪没得哈？来导演拿手机自己干嘛？才是大家。来。那没看到了，那个。因为那个这个对他上家就人家没。那个叫，去这个哪里会？不还那搞呢，跑起来。哦，对对，把我起来。要不然我们就了爹。要不然就打上的。你看，你现在都就是要拍了。哦。你爹现在你看在。挺大的嘞。嗯。嘿嘿。我还得把包摆家，平时都吃一家。吃了。你吃了包老家的包，那个老家那个的包，一个那个包就一个就吃了没。我这这个这个古毛味道。我刚想去打那个的，手机。老破了。我这晓得天关呀，别么嘛干呀为了我老家。这都是个美女的嘞。我的啥子嘛了，也有些别呀。这啥看哪了嘛？我们搞大了嘛？这个这个这个看见了嘛？是呀，那好点味。嗯。什么路哪我就吃。时间都没哪位。把拿了。哎呀，该。没把拿去。嗯。也没把拿。那可那边去没得。啊，晚上加油，晚上就晓得的。哎，现在嘛，是你家倒没了。没时间弄嘛。哎，没干倒嘛。啊，你家倒了都有。给我2点的。我天哪！天哪，没倒的。呀喽。
我家都家还老虎牙跑，我家刚家。嗯。là bố ở này mua tái một phút là bữa hôm nay mua từ phơi ấy phơi ấy chỗ là phút còn rồi phút là cái Dạ, nhưng mà tiap pulau gaji, này kia có lấy trẻ heo ya la pukul gaji. gà thịt đốt chín nó cỡ nó hiểu mà mấy đồ khắp đi rồi cứ phục không bao nhiêu mà nó你那不主要也是跑这，要这件了要蝴蝶着，我们拍了，我们把这些给拍了。要这件要这件。这一个嘞来别个，来别个有些那个炒个家做了嘞。介绍的嘞。啊？他不想嘛见了嘛这位我也没拉的嘞，也开店嘛的嘞，嘿，那古早来介绍了。我看这看你们个人哦拍回去。哦拍了嘛吃个嘛哦那以后是只有这起来嘛，也难了嘛。吃可能在可能买哦有的有。不了。哦。说。我啥不给了钱你了去负责去了嗯。你给俺记了，你给俺记了。哎妈晓得。小鸡那去了我打架呀，我打架呀。嗰條你記啦？記佢。記佢先。那你冇聽嘛？自己幫忙時間嘛？乜那時候咯，就怪破解咯。看那包定他了不对他？啊？我想在身體裡喂。那不对包他冇啊，這節目買咯。 My God， 我把個妹妹頭。 那到尾摸了去。我把我妹頭妹個尿下去了，個個米來不來啊來去。我也家，沒家弄了哈。才沒，個個不出來。哎，是吧？看下看耶。哎，是吧？看下看。你爸可不敢摸，沒家老味。你講你看下看。誰逼的？我冇咯。我怕鼓勵太高看。哎，你怕家？知道沒？去給你讓對面到底。知道啦。哎，機票。去給你讓。大概幾件事。我們對面都去老飛來的嘞，誰不見過阿姨了嘞？我行。 我也嘛。他打多少年纪？啊？他有个人走。我沒怕家。啊，但有來也有嘛，就害了嘛。七斤啊！你。冇地個啊。七斤好。打對鞋。mà thế thì thế hàng ngập phát cả luôn đi. Kì, sao đây vậy ta? Sao vậy ta? Có thể đứa tuổi là gì hả? To đủ lo. Cái là sao khởi thảo đủ luôn? Sao khởi cái mặt đó? Cái đó lo. Anh là sao hả? Má đồ hôm nay đi. Ya bé mua ở đây là, nó bị quan sát đại lo. Là phô phô ra rồi. Cái người hoa cha. Số tiền thì bị hai đi lên nó thế giờ nó tí thì là mua chục tỷ phú. Ta tìm máu ô càng ngặt ô gì. Những cái số dư à chứ mà hello. Mà to vậy thế nó à dạ. Ô nét thì hiểu. Chú với cô cái má tệ không má thật là chỉ mà ra mà
铁这个被出不去过这个。被打了，那个你几个是打到了被打了咯。小鸡了，妹妹有这个。下面谢谢。这到个，我怎么路好家？来去不快给那开起就可以了。喂，给打我吧呢。哎，我被掏谁？我拿包喂。哎，我讲哪里看我讲？哎，我对包对对买。我去回家那些，你掏包了。去给他爸妈一些mua về拿他包了就来包。我的包包。我路没那挂黑了，就了我了，我吃你给微博做大黑喂，包了啦。给我宝贝， Ready? 耶， Okay, here we go. 啊，帮我，啊这博主么妈妈的包么呀，这个。什么书？我家洗了，全部这些那么去了。哎，我去了没他们不住哎，说大海了咯，吃过。嘛，小猪嘛。我吃过马路喂，烧肉啊，这还没喂。我去了没买错，让我怕了面了给了。我是我。你不知道了吗？嘛给了钱了，啊？就给了钱了。正啊，被打住那个的。哎，俺被打了没？再可以给了嘛？我娘吃给，也嘛我娃呗。哦，不就那么也嘛比了。俺妈去嘛，俺里去了高粱没？没买去没了咯，没买就过钱。我怕不？我叫啊，这没去为了打给我叫。嘛嘿，烧肉呗。打了也我叫。哎，不是老要加入了嘛？要那加入了没？没他你不就给看呀？7、8了喂。哦，对对。哎，你要怕嘛就赔啊，7、8了。前面哦。那回去到了姑妈嘛。哎呀呀对，嘛哩我嘛今年出给。那边路。哎嘛不就去吧，阿姐打7、8了哎呦，啊噜，不就我7、8了没头。我吃没好嘛，你们打就不打，你们打就。啊，打对了嘛，我们叫别。打就你别我，我们就吃了不要该就。那边叫叫我们了。这样嘛。假如打对面都没点了嘛。可能我说这吃的还拉萨拉的包。哎呦。多少人呢？哎，多吃些没看呢。嘿，go，哎，出去了。那边去了，出去别太高。洗手了，看洗手嘞。没走，走。来了。嗯。白来了不行。对。哎，去了我就去，哪家没？去跑不住，去跑没？我摸对了啥呀？就跑。那我们这摸离开那个包上面。嗯。对了，主要对了啥了？摸地里你开一个咯。那我们这摸地里你开一个咯。嗯。给你去，你开别要来了，对了。OK。我们给你买7、8来到了，人啊。哟，我们再吃一个了呢。一个好。还有3块多嘞。喏，那个我你带，一个我带，我看上面哈。嗯。来这边朋友们，老远的把木杀去。啊，那是给了呢没？看完对嘛，没带来了人家的。OK， 走。那对起没？Alo, người chưa? Có thể chạy cho lắp bên chú. Ta trả vào, bao chú ta trả vào. Sao thế đi? Ê, mà đi đi xe đi. Mà sao thế đi? Chị kia cho ta. Để thao chú cho ta nhí.
哎，这不行，这不，因为是早上烤是比上烤因为。呀，那是好美古地的。那是把我讲的，大家过来过去，我去路看见嘛个大的，哦，是地把大大着嘞。一路啊，去的地方嘛有去哦，哦，呀，把家伙老干是，我这来家70来个干了呢，要被打了咯，说大个，没得就看没得的，那就开呀，那他去，哎，那就开。我跑的可能就跑的去。我做什么摸家去了，我这个奶奶，呀，你到慢慢吃，干什么？搞不了几啊，搞不了。我就说嘛，大去，都给你妈就没嘛希望我吃个干，咋打嘛打没？哎，有的人家这样的也看一个的，一个电脑家也要，啊来别口罩一个对的。说大家们被打对不走，他打倒外地马路咯，他路外地莫打对呢咯。莫到在话去，我说他打我们老爹个打我一家了嘛。嘛这个呢？妈希望我下不这顶盖不？要去把它干什么？去把它的去。干呀！我为发包去那了，没包对了，也别吧，哎。我买什么？我自己去了哎。这个可了。哎呀，这个啊对了，啊就这里了。也查个么个的？哎，也看下去。你包来啥固定嘞？人家别包来摸固定的家去嘛，我固定嘞。哎，说这样嘛，又被打到了，哎，被打了，被跑，被跑又给了。可以了，老爷。咋这么了？咋不够啊？ Too much. 我发车了走，妈的，咱那年了哦。啊，是吗？这个到嘛就没，俺这俺家没来菜呢，这俺家打我。对边就给叫，他不要给你跑，跑红在边嘛啊。不能嘞，去干嘛嘛？对喽。我哩嘛是话我吃个是我比会开到个哟。哎，都他。哎，你打了。啊，对，我不买去了，都是嘛。啊，去了。完了。那家晒跑不那家，不习惯了。没打你。你那个人家就么木那边套，你那可以干的，好吃好干的就。好吃好干。古外干的可能。好吃好干的，你还为这什么木就木不个打我，好干着。那帮个的打我是，我扑的吃嘛喽。可吃可干，那个摸下地后还马家是你包来摸的。好吃好干嘞，啥嘛呀？这个嘛都是好嘛。来了。哎，我被打不来呗。那个头一改头去。改头了，这边那个头了改头，还没洗水了。我没泡澡，当然是的嘛。还没泡嘛喽，泡那时候喽。明白。莫啥过来比你底下这边走，拿下来我弄。
大家没打对嘛牛嘛，你也没米了可啥，不好听啊，到时嘛来去打了药，是，这要是得把我来吃苦嘛弄一下，处理结束了。我有一块位，那这是对面的说到那边摆家位的，都是靠给到上面，你看你提前这个到了，得咖啡还。那么这边来可以加加表里，你看 ，OK， 结束了。哎，你个家，这叫掉大衣的呢，你，哎，这边啊，你，我买木嘛，今个木哎，我忙那个你过呢。我买木这嘛呗，买不下去要往家住，你怕家丢了还不要家，嗯，过来，那是去。别叫还听不到，我跑没啥多钱。叫，我，哎妹，我那叫我把他那个去呀没得哎，哎那个他这个到我，叫，你们这边跑我家。正好跑我这样子嘞，正好。这，我录音我录了，没事。冇，穷啊！好了，干掉了的。我就没钱来打电脑的，我就没钱来拿这个喽。这啥卡的？啊不，改这个我喂。哦。我这个，这个卡的。我家买比小麦好。我们这个这是啥玩意？他们还是叫一个那个。你可不会长。你可不买了，你可不了。你可不长的。没啥来着。没啥来着，我多少钱？这个是这被打。啊，这媳妇还没不打我们。go。冇俾打過對啫。發啲國家啲咯。發啲國家。那比較知道多冇呢啲有個地方我會做，但係有啲乜啥地過嚟，有啲我哋啲做工啊咪啲。哦。OK 咯，啲咩？我出嚟啲個係過嚟。哦。過嚟過嚟就冇嚟，幾塊要係一下成下啲。怎麼做俾幫做？係咪都係點講嚟？有計喎，阿麗娜又點啊？阿麗娜攞曬幾隻字？OK。拜拜。OK。哦，咩咩包場咩料？我呢個講俾你，我實，我講下都 no， 講啦，講個表啦。包家咩嘅啫？出頭嚟咯，我啲白椒拿嚟的。哦，包家就唔同嘅包，白椒唔同。白椒就白椒。哦。包子包子。下个是最大的。dia mau cah yang di malu lebih bela. Bapak,
阿爸过来家里面跑得白长嘛。我们跑。阿爸过来，家里面发给家里面长。哦，我去家里面。干嘛了？直接去个家里面。这我们跑去看不到的。哦。我也说咋干了的？我记得这啥玩意是咋干的跑？